关新丰庙人员帮七爷八爷换上新衫，连手头的法器嘛，毋是摕开市，是摕枷锁。新丰爷副驾嘛请出来换衫，因为一年一度的新丰爷孙将要登场。9月27号是我们县城隍1年1度的夜巡。那夜巡的活动意义是服务会，包含让一些一家二队的好兄弟能够尽快回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。伫此前进前，嘛将连续3天设置新湾的公安岛。伫此进前，旧历7月3日会先准备丰盛的贡品来普渡送好兄弟。当晚暗时11点，就是鬼门关。民俗专家嘛特别提醒，小猪的会冲太岁，49岁小蛇的嘛爱特别注意。属蛇、属猪、属猴、属老虎，这4生肖，迄天你尽量拜穿红色甲黑色，因为黑色的磁场较弱，迄就是阴气较重。另外，还佫有禁忌，就是千万唔通讲再见，稍等，会互好兄弟误解，希望因留落来。旧历7月份最后一天，嘛是地藏王菩萨圣诞，有闲嘛会当去行行拜拜。但前面说话，采访报道。